续来到台东有一台客船，早起开到绿岛的南寮渔港，甲乘客送落船，准备要回程的时阵，后壁的烟引排气管突然间导火烧起来，岸顶的游客看到，马上提醒到船顶的工作人员。讲这台客船本地就较老旧。原本已经订好着另外一台新船，但是拄着疫情，一直无交新船，所以正好新加旧的客船继续来保养，继续来使用。加在当时船顶无乘客，若这个火焰嘛才维持1分外钟尔。这个船只最后是顺利驶登去台东的渔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